平安，请大家备办心，备办心，咱要来吟今仔日要吟的圣诗，请咱来吟圣诗152首，152首。救主疼痛的声，这首吼足好听，真久无吟啊！吼，咱来吟这首，咱第一节、第二节来各唱一次。救主疼痛的声，我就欢喜来听。我为你心劳悔，救我罪人性命。主，我来求你，我来求滚你，愿你所留的无悔，使我最后前去。救主疼痛声音，我就贴到你心，当我最最受尽的听我心在真情。主，我来求你，我来求滚你，愿你所留的无悔，使我最后前去。来，咱换另外一首是373首，373首。救主耶稣，我立志。咱来吟第一段就会使，第一段。救主耶稣，我立志，愿望玫瑰我主，我理想相跟我主之后的有主那边我心里，高派高见温柔，有主做我来进去，这路稳当美行。第三首真熟啊，所以咱就唔免来训练，吼，咱真欢喜哈。7月份经过2个风台天，感谢主拢保守咱拢平平安安，所以主逐时咧照顾保护咱，咱就爱来学乐敬拜伊，请咱大家起立，咱欢喜来三角来敬拜赞美，请你甲厝边隔壁讲愿你平安。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付出在世界，我靠近耶稣里面，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我在我勇敢站立。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
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永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的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的战有力。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的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的战有力。我宣告在我里面，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永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感谢赞美主。继续来学到咱的主。幕后改变我无掉，上帝的照顾你，让主心的温度变掉，上帝的照顾你，上帝的照顾你，打你的歌，打你错路，上帝的照顾你，上帝的照顾你，为主罪甘拢的事情，上帝的照顾你，路途坎坷为家的事，上帝的照顾你，上帝的照顾你，打你的歌，打你错路，上帝的照顾你，上帝的照顾你，无论拄着哪大试炼，上帝的照顾你，你主福气拢为亚神，上帝的照顾你，上帝的照顾你，打你的歌，打你错路，上帝的照顾你，上帝的照顾你，上帝的照顾你，打你的歌，打你错路，上帝的照顾你，上帝的照顾你。哈利路亚，感谢主。咱相信上帝，逐日拢在照顾保护咱。上帝每日拢照顾保护咱，免受一切的灾害。你出你入，上帝拢要保护你，对答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感谢主。主，这是主的言语，嘛是诗人的诗篇121篇所写的诗。咱即时来念一首祈祷的歌，来为着风台受苦受难的灾民来祈祷，为这块土地愿诚心祈祷。为这块土地愿
心信基督，愿主的真理，那更传递遍照，为一个城市，愿强被困求。愿主赐我命，互阮久乐地球。愿全能天的上帝，你身高降临。愿颂扬甲悲伤，拢离开阮心中。愿全能天的上帝，你旨意伫这，愿望甲喜乐，永远在阮心中。一块土地，愿心信基督。愿主的真理，那更传递遍照，为一个城市，愿强被困求。愿主赐我命，互阮久乐地球。愿全能天的上帝，你身高降临。愿颂扬甲悲伤，拢离开阮心中。愿全能天的上帝，你旨意伫这，愿望甲喜乐，永远在阮心中。全能天的上帝，你身高降临。愿颂扬甲悲伤，拢离开阮心中。愿全能天的上帝，你旨意伫这，愿望甲喜乐，永远在阮心中。愿全能天的上帝，你身高降临。愿颂扬甲悲伤，拢离开阮心中。愿全能天的上帝，你旨意伫这，愿望甲喜乐，永远在阮心中。愿望甲喜乐，永远在阮心中。愿望甲喜乐，永远在阮心中。再来三甲来祈祷，亲爱的救主耶稣，你是阮所敬拜的主，你就是生命的源头。主，阮知影，阮的生命在伫你，阮的恶梦在伫你，阮的快乐嘛在伫你。主，阮伫你内面满有平安，满有喜乐。感谢主，你的看顾甲照顾。主，阮是属地主，毋是属地即世界。总是阮伫即个人生当中，难免会拄着无共款的境遇。总是阮相信你甲阮同甜同苦同徛起。主，阮都无惊吓，无摇拽，阮伫你的面前要来敬拜阿罗你。主啊，阮为着即个土地诚心来祈祷。
恳求主你用着你属天的慈爱甲平安来守护全地，也将你的喜乐甲愿望来充满伫每一人的心中。感谢主，也恳求主你听阮的祈祷，也接纳阮的敬拜而乐。阮安尼祈求感谢，拢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再将我们的荣耀掌声让你归给我们的天父上帝。阿门。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好，请坐，请坐。大关联的囝，恁着将阳光开来归予耶和华，归予耶和华，着将耶和华的名所应该得到的阳光归予伊，用圣洁的状态敬拜耶和华。亲爱的兄弟姊妹，请咱大家三甲来吟诗，来学了咱的爸上帝，请咱来吟新圣诗。152首，新圣诗152首，救主听堂的声，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救主听堂的声，我着我已来听，你好。
请来三甲同心来祈祷，向阮的救主耶稣，你是搁真搁活的主，你就是三位一体的上帝，也就是阮上大的倚靠。主，我感谢你用永远拢无改变的疼来疼阮，感谢你日日照顾保护阮，施恩赐福阮，感谢你无论境遇好歹，你拢无放杀阮。主，阮伫你的救恩内面满有平安，满有恩典。主，我们感谢阿罗你。主啊，总是阮是卑微软弱的人，检采阮有时阵无将你排伫第一位，检采阮有时阵无够疼主，无够疼人，检采阮阁亲像羊四散，偏离伫信仰的道路。主啊，恳求你来怜悯赦免阮的过犯，也恳求主你帮助阮，帮助阮会当回转来归向你，帮助阮会当一生来听你，一生来grund地你。主，阮知影你是行新的事的上帝，阮相信你会伫旷野当中来为阮开道路，伫沙漠中来为阮开江河。主，阮相信你的确会为阮罗州教会备办牧者来牧养阮。主，阮着将阮的罗州教会，将众兄弟姊妹拢来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主你也来用你医治的大权能来医治阮当中有辛苦病痛，心灵欠平安，或者是有艰难困苦，这完全拢来交托伫主你的手中。恳求主你甘愿同在，将你的慈爱平安来施落伫阮当中。主，阮也为着风台受灾害的所在府来祈祷，恳求主你也将你的平安稳定、愿望甲气力来赏赐予因，也透过相关的单位来帮助因，予因紧紧的当重建家园，来过正常的生活。恳求主你也将平安和平拢来赏赐伫全地。主，阮将阮的国家、将阮的教会、将阮每一个家庭拢来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恳求主你来照你丰盛的主来爱来款待阮，来照顾保护阮。阮安尼同心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这是三甲来启应，启应文54，启应文54，也就是新约马太福音书的第5章。我来启，请兄弟姊妹来引。心灵善车的人真有福气，忧伤的人真有福气。温柔的人真有福气，要喙焦羡慕上帝旨意实现的人真有福气，熬怜悯的人真有福气，心清气的人真有福气。促进和平的人真有福气，为着实践上帝旨意受迫害的人真有福气。阿免。只是请圣歌队来献诗，今仔日圣歌队要献的是
就是咱拄则敬拜学了有吟的景遇好歹，变化无定，景遇好歹，变化无定。即是请咱来共受上帝的话。今仔日上帝的话，咱要看新约约翰福音书，约翰福音书21章，约翰福音书21章，咱第15节看到19节，我来读，大家来听。已经食早顿，耶稣甲西门彼得讲：约翰的囝西门，你听我较赢遮个吗？因讲：我是，你知我听你。耶稣甲伊讲：是我的养我囝。16节，第2摆，佮甲伊讲：约翰的囝西门。你听我嘛，讲主啊，是你知我听你。耶稣甲伊讲，照顾我的羊。第3摆佮甲伊讲，约翰的囝西门，你听我嘛。彼得因为伊第3摆甲伊讲，你听我嘛，就又问甲伊讲，主，你无所毋知。你知我听你，
耶稣甲伊讲：“是我的羊仔。”第18节，我实实甲你讲，你少年的时用大家己腹，照你所爱行油，独独到老，你要伸手，就别人来绑你，拖你到毋爱去的所在。耶稣讲这话是指彼得要怎样死来阳光上帝，已经安尼讲，就甲伊讲，对我，以上。来坐念新的概念，请咱起立来坐念新的概念，来上来。你要一心一性一意听从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要听从你亲像家己。这了解是全律法甲圣经的总分头。我用新的概念予你，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竟然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今仔日真欢喜，邀请到建德牧师直接要来分享上帝的话。今仔日是文字的传道奉献之日，今仔日建德牧师所要分享讲道的主题是：当搁我的主问你，听伊吗的时阵，用时间来交予建德牧师。敬听罗州教会的众兄弟大家平安。咱先三甲仰头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赏赐阮有对你遐来的性命，同时你嘛为阮来备办迄个搁活的新性命，互阮会当甲你相亲像，是领受着地上天顶满满的福分。我要将着今仔日你要启示阮，互阮会当领受即款新性命，即款的恩典，我要献上满心的感谢。恳求圣神即时开阮每一个人的耳孔，嘛开阮的心，互主你的话会当刻条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互阮会当得到搁活的新性命。恳求基督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今仔日咱伫遮看到搁活的耶稣，对着伊的门徒吩咐什么款的话？相信耶稣咧吩咐门徒的遮个话，若只是咧对着门徒讲，嘛是要对着咱在座每一个人来讲。因为耶稣是遐尔啊疼伊的门徒，耶稣嘛是疼咱每一个人，伊的心意绝对是爱咱每一个人拢会当甲伊相亲像啦，最后会当得到迄个搁活的新性命。我相信，这如果照着咱伫这信仰内底，咱所领受到的，耶稣要赏赐予咱的这搁活的新性命，绝对是上好、上好、上大的祝福啊！咸菜这是咱常常咧讲的，会当福杯满溢。伫咱今日所读的经文《约翰福音》21章15节的前半段，则写着讲，因食了早顿，耶稣对西门彼得讲：“约翰的囝西门，你听我比这个搁较深吗？”当耶稣问彼得：“你听我比这个搁较深吗？”大概有两种意思啦。耶稣讲：“你听我比这个搁较深，这个是咧指什么物件咧？”第一啦，
迄个时阵，耶稣伊是出现伫海边，伊7个门徒带好去掠鱼仔，当掠转来。伫咧岸边，耶稣拄着伊即7个门徒，然后耶稣甲因食早顿。所以即马即个时阵，耶稣指着远远伫海边，遐鱼船啊，也是船顶遐渔网，也是因所掠着的鱼，伊伫遐咧问彼得讲：彼得啊，你听我比遮个渔船、遮个渔网，恁所掠着的鱼搁较深吗？咱诚清楚，遮个渔船、遮个渔网，也是遮个鱼仔，拢是咧象征咱生命中的金钱啦、名声啦、地位啦、权利啦。所以当耶稣安尼咧问彼得的时阵啊，这对着咱的人生真正是一个真大的考验。咱每一个人拢爱金钱嘛，爱名声嘛，爱地位嘛，爱权利。当然，咱每一个人，咱信耶稣的人，咱嘛深知，咱嘛拢听耶稣。但是当个我耶稣伫咧问咱讲，你听我比金钱、名声、地位、权利搁较深的时阵，咱会安怎回答呢？其实耶稣，伊毋是爱咱讲完全的放弃这金钱、名声、地位、权利。咱拢知影，钱毋是万能，总是无钱万万不能啊！耶稣伊真正意思是，彼得，你已经准备好势，真正要来服侍我吗？当需要服侍耶稣的时阵啊，咱是毋是愿意先大声放下金钱、名声、地位、权利？今日早起，咱伫遮听到圣歌队在献诗，因为着要伫今仔日的主日要来服侍上帝，相信因伫进前就咧锻炼诗歌。当因锻炼诗歌的时阵，因要伫今仔日要来服侍耶稣的时阵，因大声必须爱先放下一寡物件，爱放下因的名声、权利、地位，爱付出因的精神，爱付出因的时间，所以因必须爱放下一寡物件，因才有法度来服侍耶稣。所以，咱的圣歌队为着要服侍耶稣，我相信至少伫因要锻炼诗歌，准备要伫今仔日来献诗服侍上帝的时阵，因放下这个物件的时阵，同时嘛咧显明因听耶稣比因所要放落的这个物件搁较深啦。当然，耶稣咧来彼得讲，彼得啊，你听我比这个搁较深嘛？这个咧指什么物件？迄个时阵，门徒有7个人，耶稣对着彼得讲，彼得啊，你听我比这6个门徒搁较深嘛？所以这个可能是咧指另外6个门徒。受当初时，耶稣伊受定进前，彼得啊，伊咧正门徒的面头前向耶稣夸下海口。什么海口？彼得对耶稣讲，就是所有的人拢离开你，毋过我咧，我就是死，我嘛袂来离开你。彼得咧讲这是啥意思？彼得伊的意思大概是咧讲，我比其他的门徒搁较听耶稣你啦。伊是上爱耶稣的，但是当耶稣被掠，其实伊嘛是甲其他的门徒同款，最后拢离开耶稣，甚至伊阁3摆毋敢认耶稣。这会当讲是彼得伫伊生命内底上大的失败。
人时常拢会安尼，敢毋是咧？讲到听耶稣，咱可能会当讲甲足大声，但是当要去做的时阵，可能拢做袂到。这时阵有人可能会讲啊，敢若剩一支喙尔。总是搁活的耶稣，伊是要带来搁活新生命的主。这时阵，我相信耶稣伊决定要原谅彼得，并且要予彼得一个重新得到新生命的机会。所以耶稣伊就问彼得讲：“你听我，真正是比这6个门徒搁较深吗？”15节后半段，彼得就讲：“主啊，是啦，你知影我听你。”当耶稣听到彼得对伊讲“我听你”的时阵，耶稣伊真清楚知影，听耶稣袂当敢若剩一支喙尔啦。所以耶稣就对彼得讲：“你去养饲我的羊仔囝吧。”耶稣伊爱彼得用实际的行动去表明彼得听耶稣的心，毋是敢若用嘴讲尔。当耶稣听到彼得对伊讲：“我听你”，然后对彼得讲：“你养饲我的羊仔。”即句话足普通，拢是对着咱人的想法，可能是一个真大的挑战。当咱如果知影讲耶稣爱咱去养饲伊的羊仔的时阵这羊仔是包括啥物？相信这是对着咱真大一个挑战。这羊仔可能包括啥？包括已经是跟底耶稣的羊仔，当然嘛包括要还袂跟底耶稣的羊仔。伫咧中间，真有可能嘛包括当初时将耶稣钉伫十字架顶头的遐罗马的兵丁。咱知影耶稣其实伫伊被定的时阵，伊其实嘛已经原谅钉伊十字架遐个兵仔，伊求上帝赦免因的罪，因为因所行的因毋知影。耶稣的赦免包括伊对着人无限的大疼痛，所以耶稣伊对着彼得安尼讲的时阵，相信彼得因其实是对着迄当时将耶稣钉咧十字架遐罗马的兵丁是混音混甲喙，咱讲牙痒痒的。如果耶稣讲你去听我养饲我的羊仔的时阵，如果这羊仔是包括这迷信者，甚至是这罗马兵丁的时阵咱相信彼得绝对听袂落去。彼得太会当对着这因的敌人，会当对因好咧。但是耶稣连定伊的人，伊拢愿意原谅因啊。耶稣嘛，伫这个时阵，伊嘛要原谅彼得啊。彼得实在无啥物款的理由，无去原谅别人，并且会当来听因吧。当然，耶稣咧讲，你去养饲我的羊仔，这羊仔可能嘛包括犹太人，包括外邦人。对着传统的犹太人因咧看外邦人根本拢看袂起，甚至因认为外邦人，传统的犹太人认为外邦人，因只不过是将来迄地角的迄个火的迄个材料啦。就是因敢若是迄块茶，是无路用的物件。犹太人因看外邦人是无洁净，因是甲上帝的救恩完全无分的人。犹太人因将着外邦人当作是废物啦，这一点仔拢无超过。即马耶稣伊如果讲你去养饲我的羊仔，这羊仔如果是包括这外邦人，爱彼得，这犹太人
将伊的精神、将伊的体力，甚至将伊的金钱摕去帮助、摕去养饲遮的外邦人，听外邦人讲实在的，这真正是一个足大的挑战。总是搁我的主，伊所要带互咱的是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爱咱会当用一个新的观念，用一个新的想法去看待咱身躯边的每一个人。检查过去，彼得伊就是用旧的观念、旧的想法咧看待伊身躯边遮的外邦人。总是如果是搁活的新生命咧，一定是会甲这旧的新生命是无共款的一个生命啦。耶稣伊爱彼得，会当甲伊共款，会当用一个新的新生命，就是一个新的观念、新的想法去看待伊身躯边的每一个人，去看待伊身躯边伊所经历的这个世界。15节、16节、17节，各位耶稣，伊个连续问彼得3摆：你听我无？当彼得回答耶稣讲我听你的时阵，耶稣拢对伊讲：你去养饲我的羊仔吧。咱讲吼，这代志有重要无？有重要无？有啦，足重要。是安怎足重要？伊讲3摆，讲3摆，所以你去养饲我的羊仔，这件代志是足重要，足重要。当彼得伊回答耶稣讲：“我听你的时，彼得耶稣拢对伊讲：你去养饲我的羊仔。”这个表示耶稣真看重伊的羊仔。这羊仔拄则已经讲过，除了是群体伊的人，佮包括无群体伊的人，甚至是无信伊的人。耶稣为咱定死咧十字架，是啥物缘故？是伊听咱。当伊搁活以后，伊在问彼得讲：“你听我吗？”如果搁活的耶稣，就是即个用生命听咱每一个人的耶稣。如果伊嘛用即句话咧问咱在座每一个人讲：“你听我吗？”兄弟姊妹，咱毋知会安怎回答。大家一定会想讲：牧师，你问阮即个问题实在有够戆的，有够含糊的。阮当然嘛听耶稣，无阮今仔日来遮做礼拜要创啥？但是如果耶稣对咱讲，你去养饲我的羊仔吧，大家会安怎做咧？这个时阵，大家可能佫会想，去养饲耶稣的羊仔，啊，这敢毋是牧师的责任？会甲阮有啥物地带咧？大家如果安尼想，可能一半对，一半毋对啦。事实上啊，咱拢足清楚啊，咱长老教会是咧15世纪宗教改革以后的新教啦。这宗教改革者，因有一个真大，因的信念，因咧宗教改革的时阵啊，是一个真大的信念，就是爱信徒该祭司啦。所以咱长老教会就是宗教改革以后的教会，每一个信徒拢应该爱会当成做祭司。除了牧师以外，咱每一个信徒嘛，应该拢爱会当成做祭司。伫咧旧约中，这祭司有啥物款的责任呢？因除了去献祭以外，其实祭司因嘛有牧养的责任呢。所以咱至少伫咱的厝内，咱嘛爱会当牧养咱厝内的人，特别是遐要迷信的亲人。对着咱厝内遮个少年人，咱做父母做世大的人，咱嘛有迄个责任爱去牧养因，互因会当一世人拢行伫上帝的道路顶头。信徒该祭司，
耶稣讲：“你去牧养我的羊仔吧。”这羊仔当然嘛包括咱厝内未信的亲人，这羊仔当然嘛包括咱厝内遐少年人、遐死世。当然，耶稣所讲：“你牧养我的羊仔。”嘛是爱咱会当用听去服侍，去听耶稣的羊仔。服侍迄个上悬的境界，就是用听去听因啦。这是上水上好的服侍，上好的样式。耶稣伊伫遮咧提醒彼得，同时嘛是咧提醒咱，一个真正听耶稣的人。是爱会当用听人、服侍人这款的态度去对待咱身躯边的每一个人，毋是只是咧服侍上帝、服侍耶稣。若要服侍人，我想咱做了可能还无够野，咱爱阁继续加油、继续努力。18节、19节，耶稣伫遮佫讲到。耶稣讲到的是咧讲到一个预言啊，咧讲彼得伊将来是要安怎死的。当然嘛是咧讲彼得，你嘛爱背起你家己的十字架。跟对耶稣的人就爱捧起家己的十字架。耶稣伊所捧的迄支十字架，就是来到世间要养饲咱即群羊仔。伊来到世间，伊所拍迄支十字架，就是要来听咱每一个人。所以，当伊死伫十字架顶头的时阵，伊伫遮咧预言讲：彼得啊，你将来嘛要死伫十字架顶。耶稣伫遮讲这预言的时阵，当然是爱彼得，伊爱愿意嘛拍起迄支十字架。跟着耶稣的人爱捧起家己的十字架，马太福音的16章24节，咱如果看去马太福音的时阵，咱就知影耶稣讲的即句话，咱嘛真熟。耶稣对门徒讲：若有人要跟缀我，就爱捧起伊的十字架来跟缀我。当然，即个十字架可能真沉重，耶稣伊嘛知影。所以，当耶稣咧讲捧起你的十字架来跟缀我的时阵，伊是讲捧起你的十字架就好，你毋免捧起我耶稣基督的迄支十字架，因为恁捧袂起。总是无论如何，咱爱捧起十字架来跟缀伊的时阵，即件代志足重要。跟缀耶稣就是伫伊的身躯边。所以，当咱跟缀耶稣的时阵，这会当保证咱每一个人拢是伫耶稣的身躯边。当咱伫耶稣的身躯边的时阵，咱自然就要得到伊的同在。兄弟姊妹，咱毋是真侪时阵拢咧期待上帝甲咱同在嘛？咱期待上帝甲咱同在，为着什么缘故咧？敢毋是要对着上帝遐得到伊的快乐，得到伊的智慧，得到伊的祝福嘛？所以当耶稣讲恁着爱捧起你的十字架，并且来跟缀我的时阵，这要保证一件代志，就是咱拢会当伫耶稣的身躯边，会当经历着耶稣甲咱每一个人的同在，得到耶稣对着咱的赏赐，毋管是快乐，毋管是力量，毋管是智慧。也是伊的恩典，伊的祝福，因为伊甲咱的同在，咱跟缀伊的时阵，咱拢要得到这物件。跟缀耶稣，除了得到耶稣的同在以外，更加会当得到天父上帝的尊重。约翰福音12章26节遐有讲，若是有人服侍我，就爱跟缀我。我伫倒位服侍我的人，嘛爱伫倒位。若有人服侍我，我的天父上帝必定要尊重伊啦。当个我耶稣问咱
听伊无？当伊问咱这问题的时阵，咱会安怎回答咧？如果咱回答讲我听你的时阵，伊一定会阁继续问咱，安尼你去养饲我的羊仔吧。即个养饲耶稣的羊仔，听耶稣的羊仔，是一个服侍耶稣的行动。咱要因为即个行动，咱要得到天父上帝的尊重啦。兄弟姊妹，咱有想要得到天父上帝的尊重无？我相信咱每一个人心中的答案一定是是啦。我要得到天父上帝的尊重。今仔日是文字传道奉献主日，如果耶稣问咱听伊无？我今仔日伫遮已经问几啊解，相信咱心中的答案一定拢共款，一定拢甲彼得共款。耶稣，我听你。然后耶稣伊嘛会继续讲：你去养饲我的羊仔吧。你着爱去听耶稣的羊仔，并且服侍耶稣的羊仔。安尼今仔日，即只羊仔可能会是啥物咧？即只羊仔可能会是咱在座的每一个人，可能是坐伫咱隔壁的兄弟姊妹。当然，耶稣伊会讲：你去养饲我的羊仔，去听我的羊仔，服侍我的羊仔。即只羊仔当然嘛，可能是今仔日毋是伫咱教会内的人，是伫教会外口的人。今仔日是文字传道奉献主日，所以即只羊仔嘛，真有可能就是台湾教会公报社即只羊仔。所以当咱会当嘛去听台湾公报社的时阵，咱嘛会当去服侍这台湾公报社的时阵，当咱安尼做的时阵，这就是听耶稣，同时嘛是一个服侍耶稣的行动啦。如果今仔日咱每一个人拢安尼做的时阵，安尼我要恭喜咱大家，咱就会当甲耶稣伊嘴所讲，就是这门徒当因派去因家己的十字架，军队耶稣当耶稣咧倒位，因嘛咧倒位的时阵，天父上帝必定要尊重伊啦。当咱今仔日伫遮，咱嘛要来听这台湾公报社要来服侍伊的时阵，我相信这就是一个服侍耶稣的行动。咱嘛要得到天父上帝对着咱每一个人的尊重啊！咱三个额头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虽然是土粉所做，阮虽然是卑微小看，总是你想使阮有一个机会，就是会当来跟缀你、服侍你，互阮会当对伫你的身躯边，得到主你的固守，得到主你的束缚，并且会当得到主你的尊重。阮是遐尔啊卑微小看，遐尔啊袂堪值。总是阮犹原会当得到主你的尊重，这是何等大的一个恩典甲祝福！感谢主赏赐阮有这款的机会，互阮从今以后会当更加来听你，并且会当来养饲你的羊仔，用这来显明阮听主的心，将阮罗州教会正下这心思意念仰望交托伫主你手中。恳求主的圣神帮助阮，赐阮慧力，赐阮力量，赐阮智慧，互阮会当来学习愈来愈亲像你。恳求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而且阁占用大家淡薄仔时间。今仔日是文字传道事工奉献主日啦。今仔受托就是台湾教会公报社来到咱罗州教会向咱大家来请安，而且要感谢咱罗州教会伫过去诚久长的时间，对着台湾教会公报社的关心、带导甲奉献。
嘛，因为有恁关心台岛甲奉献，所以互台湾教会公报社虽然拄着真侪的挑战，拄着真侪的试炼，总是因为咱大家所做的，互台湾教会公报社会当伫种种的挑战中间，也会当向前来迈进，向前来跑走。所以今仔日伫遮代表台湾教会公报社。向咱泸州教会的众兄弟姊妹献上12万份的谢意，同时伫遮嘛继续邀请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伫未来继续来听惜台湾教会公报社，为了台湾教会公报社的需要，继续关心台岛甲奉献，而且搁再一次向大家献上12万份的谢意，多谢大家。感谢建德牧师，直接用着上帝话语来教导咱，来提醒咱，用实际的行动来听主。咱请即是咱来吟回应诗，回应诗是神圣诗373首，神圣诗373首，请咱大家起立来吟全首。请咱大家备办心来奉献，同工就到阵来执行。
咱大家三个来吟奉献的诗。请坐。请咱即时三甲来读今仔日的金句。今仔日的金句是记载伫约翰福音书20章29节。咱台语来读两摆台语，哈，先来。耶稣讲：“你因为看见我才信。”遐个无看见来信的人有福气。耶稣讲：“你因为看见我才信，遐个无看见来信的人有福气。”约翰福音书20章29节。好，我来做教会的消息报告。第一，今仔日就是拄则牧师有讲哈，文字传道奉献主日哈。那咱真欢喜今仔日建德牧师伫遮来讲道，咱先来感谢伊，感谢建德牧师哈。那台湾教会公布公布下主要吼，时间就是第一就是台湾教会公布，第二就是更新周刊，咱逐礼拜周报拢有业的更新的周刊。第三就是新眼光读经，拢每一季拢有放伫个交代的吼，互咱所处。第四就是少年新眼光，第五就是甜蜜的亲子报，第六信用书籍出版，第七基督教书房，前5项就是拢是免费来所处啦吼。然后福音文字宣告的时间吼，请兄弟姊妹来关心带导来奉献支持。那第二就是今日主日礼拜结束了后，本会财务组要举行2025年上半年度的校务的检查。第三，就是咱养成习惯，咱礼拜了后迄楼骹1楼的沙发区吼，迄是私人招待区吼，咱尽量莫去坐迄个1楼的楼骹招待区，让互新人一个迄个关怀组，互因来使用哈。第四，咱每一礼拜三下暗时8点，拢有读经祈祷会。欢迎兄弟姊妹踊跃来参加，来背读圣经守望教会彼此代祷得力蒙福。第六，教会的会计报告，请大家来过目。团契消息今仔日同心团契伫咱第2个礼拜了后，伫1楼来举行例会。今仔日主理的是建德执事，建宇执事，建宇毋是建德。建议执事主题是约书亚记，约书亚一生，咱同心团契那个读经列车吼，这个时阵就是咧读约书亚。好第二中昼1点，伫咱教会1楼要举行同心的祷告会，欢迎兄弟姊妹做阵来为世界、为国家、教会的屏幕的事工、具体的需要来祈祷。第二，青少年团契要定伫8月16至17来举行灵修生活营，地点是伫台中对上，就是青少年团契。国小毕业生费用是退友甲会友同工每一人是800块，家属会友是1600块，报名到27号，就是7月27号
额满截止啦吼。那有要参加，请按法律堂的黄女弟兄来报名。那第三，顶礼拜拜六甲礼拜有举行这个暑期儿童营已经举行完毕，拢总37名学童参加，老师同工佮加上青少年，每日拢大约有21名人员来协助，传导上帝的话语，传播就是亚健伫这个罗州区的社区这囡仔的成长活动吼，那个过程吼，感谢主拢顺利圆满。另外咱继续来为着咱教会集体，甲聘牧的事工以及面咱所写的代志，咱很像咱祈祷伫灵修的时阵，伫咱有时间的时阵，随时拢会当来祈祷，随时祷告，有祈祷就有快来。咱会当关心咱的教会的兄弟姊妹，用行动来关心，安尼就是听主甲听人的行动。咱即时咱来念每遍诗，每遍诗是圣诗402首，圣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请大家起立来念吟诗线，请建德牧师来为咱祝祷。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那路光那道你来行，恳求你甲我拖到幕后，假使我的天条你是正，在我等的遵守你改变，我的。主你已经行伫阮每一个人的头前，教示阮，帮助阮看见要安怎来养饲主的羊仔，互阮所有跟缀你的人，嘛会当永远行伫主你的脚步后面，会当缀你来行，得到搁活的新生命。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耶和华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在座每一个人三甲地底。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